香港版本嘅搖搖好大機會係香港自己做嘅，即係如果可樂嘅搖搖。哦，點解佢會有呢個謠言或者猜測咧？就係、如果你去有儲過其他地區嘅可樂搖搖咧，你會見到所有搖搖咧其實都寫住 Made in 菲律賓，即係喺菲律賓製造。但係得香港嘅版本咧係冇寫產地嘅，而對應翻當時80-90年代香港係玩具嘅製造王國啦，叫做，所以係好高機率咧喺香港自己做翻自己賣，咁嘅成本係最低，所以係同其他地方嘅版本係好唔同。嗰陣時可樂100週年嗰陣時出嘅一隻可樂搖搖啦，咁啱得咁巧，隻搖搖上面都印咗 Made in Hong Kong，咁亦都好襯翻我本身即係儲嗰個主題啦。咁嗰隻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難忘啲嘅，因為我都係嗰句，一個都市傳說，香港以前啲搖搖係唔係香港做嘅咧？咁樣一直都冇人講嘅。但係 match 翻嗰個年代咧，呢隻搖搖 exactly 都係嗰個年代，但係竟然有寫 Made in Hong Kong，所以成件事你出翻嚟就好吻合啦。咁即係令到嗰個可信性高好多啊！即係當年香港係真係有幫可口可樂出搖搖嘅，只係呢隻有印，但係其他款冇印。咁就令到我覺得呢隻搖搖嗰個喺嗰個對成個 collection 嗰個資訊性嚟講佔咗好大嘅比重，嗰個重要性。即係如果冇呢隻嘅時候，個可信性就低咗好多。但係一有呢一隻咧，就俾咗好多實質嘅證據去證明我以前真係有機會喺香港自己做，係啦咁樣。